如果我哋想做客戶付款輸入嘅話，我哋可以入到嚟 Sales Account Receivable Menu， 然後喺裏邊選取翻 Customer Payment Entries。當入到嚟之後，使用者最先要決定於而家我哋係會做新交易，定還是要修改交易呢？我哋會做新交易，可以選擇1。之後系統就會要求使用者選擇一個過賬方法，而使用者可以透過下箭嘴加2選擇過賬方法，而之後會去到右手邊，系統就會自己跳出一個新嘅 receipt number， 而下邊就會顯示翻使用者今日做 payment 嘅日期。另外，系統係會要求使用者輸入一個 customer number。當然，如果使用者係知道個 customer number 嘅話，係可以直接咁樣打上去。但係如果喺完全唔知道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使用 keyboard 上面嘅問號，然後按 enter， 而系統就會出現一個 table， 而 table 就會顯示出所有嘅 customer， 而我哋而家嘅排序就以 customer name 嘅英文字母咁樣順序排落去。如果我哋按下邊呢個 change index， 就可以轉換出由 telephone number 順序啊，定還是要 customer number 呢？好啦，當選擇好適當嘅 customer 之後，然後按 enter， 而系統就會出現翻一個關於客戶嘅資料啦，包括有客戶名稱同埋佢用嘅貨幣。之後下邊就有個參考資料，使用者可以打翻係屬於邊一個銀行負責收錢嘅。之後我哋可以喺參考資料呢度打翻關於係邊一個銀行負責收錢嘅。今次係 Hang Seng Bank。仲有就係關於支票嘅 number， 究竟呢張會唔會係期票嚟呢？如果係期票嘅話，就要修改翻下邊個 check date。之後究竟呢張支票嘅銀碼會係幾多呢？假設而家呢張 check amount 會係4700蚊，今次仲會有 discount 呢？會唔會有 discount amount 啊？好啦，去到下邊右下角嗰度，我哋呢張支票究竟要支付邊一張發票呢？好，我哋可以用點點，系統會顯示出呢個客戶未曾付款嘅發票。好啦，假設我哋而家要付款最後嗰張 SI-000026， 我哋只需喺 keyboard 上邊往下箭嘴，然後撳 enter， 咁最後嗰張發票就已經係付咗款嘅啦。另外，我哋又設有多項付款功能，我哋唔淨止付款一張，我哋仲可以付款多張嘅，2張甚至係3張都係可以嘅。當全部完成晒之後，只需要撳 OK 就可以結束啦。系統更加會設有3項備註俾客戶輸入翻，而每一行嘅備註會由75個英文字母組成。當然，我哋會同總長一樣會有function key 啊，只要喺 keyboard 上面撳 F8， table 就可以彈出嚟，就可以俾使用者選擇翻佢想打嘅備註啦。最後我哋可以按 update 結束，或者可以編 short form， 我哋仲可以按 screen 睇添，只需要撳 review， 咁樣將收據就會可以喺電腦熒光幕顯示出嚟啦。而我哋將 receipt 係可以
清楚見到我哋所收款嘅公司啦，佢個 current 啦，以至到係找邊一張 invoice， 佢個 invoice number、date 同埋佢嘅 amount 都可以清楚咁樣顯示出嚟。而最後我哋只需要撳翻 update， 咁樣傳票就會直接咁樣傳到去總賬嗰邊啦。而我哋個客戶付款輸入亦都完成。